哇！Hello， 大家好，呢頂嘢真係好重嘅啫。OK， 寡人今日召集眾卿家過嚟咧，我哋足足等咗25年，係25年啊！今日嚟到見證尋秦記再現大家眼前，係俾啲掌聲 ，Hello， 係好。你知我睇唔到你嚟㗎嚇，係嗱，我哋雖然家鄉遙遠，但是從來沒有忘記我們的文化、歷史同埋家鄉現在發生嘅事啊！寡人喺聲藝製作裏面，除咗以歌會友，仲係全力咁支持家鄉，即係我哋嘅家鄉啦嘅電影市道，推廣文化、鑽研歷史，讓我哋幾千年嘅中華文化繼續根深蒂固，永垂不朽，永存萬世，歲歲不休。喂，賢則眾卿家豈有異議？冇有啦，好。唐朝